尸纪究竟是不是死后悬尸？《洗冤集录》对此类情况有专门的论述。如果房梁上的灰尘有多处挠动痕迹，则是自缢。然而，宋城此前观察发现，悬挂尸纪的房梁上只有一条绳痕，且无乱尘，这正符合《洗冤集录》中的描述。如只有一路无尘，不是自缢。尸纪的确是死后才被人挂于这横梁之上，你们看他颈部这道白痕，便是死后被移挂于别处的证据。在古代，中国的检验官员们就对伤痕有了一定的认识。人死后体内血液不再流动，故悬挂处的伤痕虽深，但呈浅色。可他耳后的伤痕，分明是只有自缢才会造成啊！尸纪耳后八字不交的伤痕，在当时看来，确实是自缢的典型特征。面对县令的质疑，宋城并没有多言，只吩咐仵作取来2张宣纸。仵作将2张宣纸分别覆盖于尸纪颈前与耳后的2处伤痕之上。仅凭这2张宣纸，宋城真能查出尸纪的死因吗？宣纸揭开，看似相同的2处伤痕，却显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。这一干一湿，2张宣纸让众人摸不着头脑，但宋城却从中读出了关键信息。耳后伤痕水迹不干，显然是死后烙印伪造。颈前这道才是生前形成。尸纪应该是被勒颈而死，